万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是不想来的，可是昨天黄祖母问我和绿篱的感情怎么样了，我却答不上话来，她就让我每隔3天来一次，和绿篱培养一下感情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哎呀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也正要去找你呢。趁着绿篱出去了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交代一下。又有事情交代我？这个第一呢，绿篱可是我的一块心头肉，把她许配给你，我是100万个不愿意。你要是敢对她不好，小心我不放过你啊！这第二，你要是再跟那个江映月还有什么发展的话，娘娘，我对着那个榴莲发誓，我对江映月已经没有了半点私情。少跟我来这套。哥们儿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还想跟那个江氏有点什么，也没关系，不是不可以，但咱不能让绿篱知道了，免得她伤心啊！哎呦，娘娘，瞧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